我睁开眼，阳光洒满我双肩，你慈爱像晨露洒，温柔浇灌我心田。昨日泪水已远去，今日恩典满眼前。你心事坚定不移，喜乐如河静静流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你心是广大无边，我心依靠无所畏惧，颂赞从心底绽放出来。你是我力量，也是依靠，风雨中你同在，我依靠你就得帮助，黑夜也能变光彩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5月6日，让我们一起在领受话语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清晨的时候呼召我们来朝见你的面，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生命的亮光，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越倚靠你的话语，过得胜的日子。谢谢耶稣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共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32篇。这首诗篇是大卫所写的。如果我们将这篇诗篇读完，大概就知道大卫所受的苦难，也就是他为了建圣殿和圣城所受的痛苦。大卫为自己建好了宫殿，却不肯安息，是因为耶和华的约柜还没有进入圣城，神还没有得着安息之所。但主听见了大卫所许的愿，心中就非常的爱怜他，并向他起誓，要坚立他的王位，吩咐他的儿子成就造圣殿的心愿。大卫向神起了誓，神就接受他的心意，并且向他起誓。大卫和神之间彼此对打的话非常有意思。大卫求神兴起，和神有能力的约柜一同进入安息之所，而神就答复他说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。大卫又求神为他自己的缘故不要厌弃他，耶和华就凭诚实向大卫起了誓说，他必不收回。所以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大概就可以了解，大卫的目的是要在神的圣城中被全国人民所敬爱，因此神就把大卫家放在他的爱中，而成就他一切的心愿。所以上帝昔日如何恩待敬畏他的人，今天同样恩待一切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。接下来我来读上帝的话语。第一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不要忘记大卫，求你记得他忍受的一切辛劳。上主啊，求你记住他怎样向你许愿，怎样向雅各的全能上帝发誓说，在我为上主找到地方，为雅各的全能上帝找到住处以前，我绝不进我的家，我绝不睡觉，也绝不打盹。第六节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伯利恒，我们在雅尔田野找到了。我们说，让我们进上主的居所吧，让我们到他的宝座前下拜。上主啊，起来吧，进你气息的地方，和象征你大能的约柜一起进圣幕。愿你的祭司披上正义，愿你的子民高声欢呼。上主啊，你曾应许你的仆人大卫，求你不要离弃你所选立的王。你对大卫发了誓，绝不收回。你说，
我要立你的一个儿子做王，他要继承你的王位。你的子孙若遵守我的约，实行我给他们的命令，他们的子孙也要永远继承你的王位。13节，上主拣选了锡安，他以那地方做他的居所。他说，我定义永远在此地居住，这里是我要掌权的地方。我要供给锡安一切的需要，我要使城里穷人得饱足，我要使祭司宣布我的拯救，锡安忠贞的人民要高声欢呼。我要在这里兴起大卫一个后代做王，我要在这里使我所立的王位存续，我要使他的仇敌失败，但他的国度要昌盛。在今天的这篇经文中，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信徒灵命成长的进程图，如何从人的热情走向神的同在。信仰不是枯燥的教条，而是一场双向的互动。诗篇132篇将信仰的历程拆解为3个阶段。我想我们不仅是要来做经文的解释或了解，这更是信徒灵命成长的进程图。我们不是只有在背诵经文或了解经文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如何透过神的话语与神建立动态的双向的互动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，活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其次，在第一阶段开始呢，我讲这个起点就是第1节到第5节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渴慕和优先次序。大卫说，在第5节提到，在我为上主找到地方，为雅各的全能上帝找到住处以前，我绝不进我的家，我绝不睡觉，也绝不打盹。特别后面还提到说，我不进我的帐幕，不上我的床榻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居所。我想基督徒的生活的起点都是在于因为信了神以后价值观的重整。而大卫呢，他不愿意先享受自己的舒适，他住在皇宫内，有漂亮的帐幕，也有舒适的床榻，但是呢，他觉得首要的应该是为上帝找到一个居所，成为他心中非常急迫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如何让神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，如同大卫一样，也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将上帝的事放在个人的需求以前。就要像主导文一开始所说的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就将一切的需用就加给我们了。其次呢，第2个核心的教导就是要付代价的爱。基督教的信仰，它不是廉价的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舍命，我们是重价赎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带着直到寻得的决心，也就是受洗是一个信仰的开端，而成圣的道路直到见主的面才是我们的终点。在第6节到第10节部分，也就是如何从行动到寻求、进入与敬拜。这边提到第7节，我们说，让我们进上主的居所吧，让我们到他的宝座前下拜。当我们心智坚定以后，便要进入信仰的实践。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想，而要实际的进去敬拜。因此，我们在神的殿中要学习如何的在信仰里面真正的产生力量。我觉得信仰实践有3大支柱。第一个就是要集体的敬拜，我们不能脱离教会，教会就是神设立在地上的居所。第二，我们要有公义的服事，也就是万民皆祭司，但我们必须披上
公义的外袍。我们更要时时的学习，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，要具备属灵的品格，而不是仅有服事的技巧。当然，谦卑的祷告是我们信仰实践非常重要的基石。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求神不要转脸不顾他的受膏者，学习凡事仰望神的恩典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就是神圣的介入，也就是神亲自回应我们，并且神的降临来掌权，并且赐福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如同大卫愿意为神预备的空间，神就亲自来掌管，并且赐福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将心里打扫干净，让身体成为圣灵的殿。在第3阶段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主动的定居和丰盛。11节到18节就特别提到，13节说，上主拣选了锡安，他以那地方做他的居所。他更应许我们，他说，我定义永远在此地居住，这里是我要掌权的地方。我要供给锡安一切的需要，我要使城里穷人得富足，我要使祭司宣布我的拯救，锡安忠贞的人民要高声欢呼。我想人的终点是神行动的起点，当我们献上热情与行动，换来的就是神永远的同在。上帝对永恒居所的3个保证，也就是神回应我们对他的爱。第一个是神的信实，神必不反悔，让我们在动荡的环境中仍然拥有平安。第二，我们要传承与守约，在基督化的家庭与信仰传承中，我们要确信是建立在遵行主话语的基础上。当然，神回应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全面的丰盛，不仅赐下救恩的衣，也赐下饱足的粮。上帝关心我们全人的需求。最后，我想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如此。这个属灵生命检视的仪表板，也就是在信仰生命的阶段，如何清醒的委身，如何圣洁的服事，如何交托的平安，也就是如何有真正的行动来实践。第一个就是检视我每一天的第一个念头，是我自己的计划还是神的旨意。第二，在职场与家庭中如何披上公义，让行为与所信的称职。第三，学习在困难中信赖上帝的誓言，享受他所赐的喜乐与安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跟我现在正处于这个属灵生命进程的哪一个阶段？信仰是一场不间断的上行之旅，愿我们从每一天的清晨开始，重新点燃渴慕，迈出实践的步伐，最终安息在他的应许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生命，活泼的生命在我们每一天当中，让我们常常以你的话语做我们生命的粮，使我们无论处在什么环境，都能够清醒的来委身，能够圣洁的服侍，也能够将自己交托给你，享受在你里面的平安。愿你赐福今天，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新而变化，活出你的样式。献上我们的祷告与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赐福大家。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心是光大无边，我心依靠，无所畏惧，欢呼赞美流满胸怀。我要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在你荣耀里，右手推去喜乐升起，因我知道你与我
你心是光